主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若发这么大脾气呢？有人要侵犯我帮，我当然生气。啊？这公主，你即马伫咧讲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袂明白。你是讲？驸马，我掠准讲你入罪我国，你的部属也完全拢归顺我帮了。想袂到你的部属也有人对我帮有疑心。这边哪会咧？大概是误会啊。误会。驸马，你的部属明定国，率领宋军数万名，避淡咧白龙山，伫咧等待机会要来侵犯我帮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，免乃是误会咧。哦，原来公主你是伫咧讲明定国啊？驸马，即马父王已经下令了，命我率兵要来攻打白龙山。你讲这件代志，我是要怎样办呢？哎呀，公主啊，这个代志何必你来伫忧烦呢？哈，只要你一声的交代，下官就命着我的兄弟一位单枪匹马，唔免损军损将，就会用来去率号就一名将军归降就我国啊！来，就现在，再命你即刻赶紧告在白阳山，去率号就一名定国，叫伊来归顺就我国。哦，是，我再叮咛你，你唔通袂记交代哈，是本岁的意思，传达互伊知影，叫伊唔通搁再做错啊。是，公主，好。林将军，你这是何意呢？哼，蒋玉，你已经归降先生国，既然还搁敢来见我，哼！哦，我是替元帅传达将命，来这要叫你归顺的啊。我明定讲，生是大宋之人，死是大宋之鬼，岂肯刀口反帮？嗯。志气，也毋过。好啊，家话唔免讲，恁五虎将深受大宋俸禄，却贪生怕死，投降小国为臣。我明定国绝对袂做一种欺忠白做之事。明将军，为将者，你应该爱听随元帅的命令。既然元帅已经归顺先生国，你又何必坚持呢？我看。你也是爱投降啊！住口！赵玉，王妃身为驸马，既然讲出这种话，来人了！对，慢些，袁将军，赶紧合体左右，我将有话要甲你讲啊！好，你先退下。是。我这次来，明是替先生国要来招降你，暗的是替元帅要来甲你传达将令。这是真实的。是，元帅爱你带这青年三军太平征西啊。赵玉，那恁元帅意思是叫我诈降？无错，唯有如此，先生国伊才袂阁带兵来征召你。你才会当带遮安心训练三军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平身，平身，多谢龙主。明将军初次来降，拢是驸马的功劳啊！父王。驸马有处大功，理应加封。好，好，国王就封得清，为保国驸马。多谢父王。平身。父王啊，平将军虽然来投降，但是
伊一向全种就是训练三军，不如父王，你派八守在白河山，伊来为父王你训练兵力，你来呢？白河山是甲大宋五国交界的要地，并伊八守敢是万无一失呢？好，遵照，遵照。多谢父王，明将军，我去领罪啊！多谢王主。请。请。啊，两位将军，来到我这个所在，唔知有何贵事吼？啊，贵事是无啦，啊，就安尼啦。自从你归顺了后吼，啊，阮真久拢无来甲你看，所以今仔日吼是专工来甲你看看的啦。啊，是煞吼，要问讲有调停的消息啦无？哦，有啦，调停都有圣旨要互狄元帅，我拄则咧烦恼，唔知要用啥物办法送互狄元帅呢？这毋较简单，啊，阮兄弟仔来，你全咧交互阮，绝对送互元帅。那就劳烦两位将军咯。无关系。去。江红了宋祖名，挂水鸟兵往西江，至今了邦美兵丁，愧对丞相。代志要来找你的啦，有要紧的代志，朝廷有圣旨来了。你是讲皇上的圣旨？是啊，启明将军叫阮送来互你的圣旨。你讲一只。皇上，大哥啊，迄圣旨是写啥哈？皇上下旨。凭我威势，攻发西辽，西辽若是令处性，将功抵罪，违抗性命，出刑不能宽待。哦，嘿嘿，大哥啊，若照安尼听起来吼，迄皇帝好亲像也无啥甲你受罚款哦吼。对，皇上既然下旨，可见伊无十分来伫咧怪罪，总算要一线的生机啊！大哥，若安尼吼。咱即时就要偷早来去情势。无毋对，事既急不能拖。兄弟，便你即刻搁在吉林关、正边关、安平关通知众将，然后搁在白杨山通知明将军，整顿人马，明日我下本岁赶到白杨山汇集众将。是。也毋过大哥啊，你的盔甲吼，甲一寡宝贝。拢要搁伫咧公主遐，安尼要安怎？这。一领银袍价千金，一针一线情意深，相守比约切了音。
哎呀，小水遮生硬，我无介意。驸马，人专专为你做引炮，你敢有看清楚是？都讲起来。来，我拄则煞无详细看，我看较详细者。哇，哪会遮尔真水啊？有介意就对，多谢公主你的美意啊，我有介意。你有介意？是啊。无啊，你是介意这咱引炮倒一点？我介意这块料又油又软又温柔啊。哦，你敢无介意顶面绣的碧莹鸟色？哈？有变的鸟伫倒？好啊，咱莫看，我知你无介意啦。嘛安尼啦，公主啊，咱就生气安尼，你看，你找伊翘起来吼，搁较古锥呢。驸马，就是讲，你到底是介意倒一款的嘛？你做你甲我讲无要紧啊，我会为你赶工方式。哎呀，我是讲，唔敢劳烦公主你啊。咱是夫妻，你哪会常常要对我遐尔啊客气咧？驸马，其实讲我所做的代志，那嘛是我心甘情愿。公主，看你近来人潇洒，为我心路心不安。只要吩咐我交办，大家为你不为难。你实在太好，太好了！公主美调令人惊，影相难忘出亲情。为妾是困你该应，但愿夫妇巧盈盈。公主，你的心意我非常的了解。你辛苦为我来伫咧做金炮，我实在真唔甘心来伫咧，互你遮尔真麻烦。其实讲，我也是，也是啥物咧？也是我卡的迄副金盔甲。哦，盔甲。公主啊，实在讲啦，迄副金盔甲是阮姑仔做我穿的，你知？自从石丁管败阵在你的手下了后，你一直甲我收起来藏，拢唔幸我。其实讲，公主，你收迄个金盔甲是有啥物路用咧？倒不如啊。海你心，驸马，你要爱伫金龟甲，毋着早着甲我讲。你若早甲我讲，我着早害你。你拢毋讲，害我囥啊，永远要袂记。你踮咧遮等，我来去摕，吼。驸马，怎样？你迄三宝贝也要摕倒转去是？无，是讲拄好看到煞手遐摕来看看的。公主，你若介意，
我拢总送你啊。难得驸马你有这份的心意。事实讲，这三项宝贝我嘛是无路用。既然你若要爱，无拢总害你啊。多谢公主啊！公主，什么代志？公主，王兄伊突然间欠安，伊害公主你这时到深宫去。驸马，武后破病，我来去甲伊看。好，你紧去，你紧去。带路。总也不归官府。你有感觉较好无？我本来就无啥物大病啦，我只是有淡仔气喘尔。招你进宫是爱你去香港时替我还愿。哦，心里即刻就来去。杨丽，驸马伊若是有闲，你不妨甲驸马斗阵去啊，也好互咱全国百姓看讲公主你招一位少年英雄的驸马。武后，我甲恁父王上担心的，就是你的终身大事。如今你会当招一位俊品人格为婿，阮两个老的也就放心咯。也毋过，武后，心里一直感觉驸马伊是安怎是？自从甲伊成了婚，伊将入面上带手痕，看伊自有难言之恩，自有苦痛难克顿。无非你对伊无够好，恁夫妻感情无合谱。伊温柔体贴，你知道，阮规房美情有风波。你是规房有温暖，常有何事心不宽。伊常常陪恁暗中谈，上必是思乡念中原。杨丽啊，这得爱看你啊。若是你会当将你的留情甲伊约会掉，敢讲驸马伊也会甘要走是？武后，驸马伊毋是用柔情扭会掉的啦。敢讲伊摆向你示意，要转去中原是？无啦。既然若是无，你就无应该胡乱猜疑啊。夫妻应该爱互相信任，毋则对。武后，心里是咧担心，有一天驸马伊会走转去中原的。公主，伯宝非常的厉害，伊若是走伯宝地甲我对赶，我一定先走就走袂离。倒不如我偷摕伊伯宝地走。我毕竟是当堂男子汉，哪会用偷摕人的宝贝？不如将伯宝地甲藏起来，
公主若无八宝地，伊就这我袂着咯。徛尾，转出元阳关。变假私自逃走，来呀！在。这个通无方会馆的首长下马，严把把守。若无查解令旨，任何人都不准出关。是。小官。